嘅發源地作為一個酒鬼，當然要喺酒廠度八一八對一對酒啦。走啊！今次參觀嘅一期之藏酒造株式會社呢，已經有超過400年歷史噶啦。雖然係老字號，但就一啲都唔拘謹嘅，我可以形容為好飲、好玩、好睇3合1啊！第一站就去酒廠度聽酒經。話說啦，呢一間老酒廠呢就與時並進，部分酒呢仲會用西班牙雪梨桶長期熟成，飲落去嘅時候呢，酒香就更濃烈，更加醇厚。阿姐姐呢就話，因為呢度有好多嘅雪梨桶，好多人嚟見學嘅時候話呢，好似去咗歐美地區嘅酒廠度見學咁，喺度影翻張相呢，就好似去咗外國咁樣。跟住就直接殺入去酒廠內部直擊。話說啦，製作燒酎非常之花時間，由原料處理開始到出貨，足足要1年時間。撞啱當日，我哋就見到洗米呢一個工序，成噸米喺眼前傾瀉而下嘅情景呢，真係豪奇壯觀啊！有咩唔明，仲可以即場問酒廠職員，呢一種體驗就唔係間間酒廠都有啦。好香啊！呢個，但呢個係1噸米嘅香味。接住落嚟就係睇麥燒酎嘅發酵工序。麥燒酎需要2次發酵，第一次將燒酒嘅酵母加入米曲培育酵母，第二次就將水、小麥加入到加工濁酒度再發酵，最後2次加工嘅濁酒就會轉移到蒸餾器加熱蒸餾製成燒酎。呢間酒廠呢，有傳統嘅常壓蒸餾，亦都係比較新穎嘅減壓蒸餾。據阿姐姐介紹啦，減壓蒸餾嘅燒酎呢就會淡口啲，雜味相對較為少，就唔似常壓蒸餾釀成嘅燒酎味道咁濃郁。見學完又唔使趕住兌酒住嘅，呢度就有個自調煎酒嘅體驗，用1期燒酎作為基底嘅幾款煎酒，自己去調配一支獨一無二嘅。OK です。耶！完成。好啦，就係用呢一部機。よっしゃ、もう一回。おできたお、できた。OK。じゃじゃん。真真真！綺麗にできてる。哦，婆婆，得幾可愛。我嚟到2個島之後，我發覺我愛上咗呢度嘅婆婆，好可愛啊！我覺得佢哋。咁啊，一定要加埋呢啲標籤啦。喺邊度做㗎？咪就係我呢一間酒廠度做咯。哦。九叔原創煎酒，日本1期煎酒。